我介紹翻呢款超薄不鏽鋼邊框強化玻璃面拍卡密碼嘅 Access Control 咁有緩衝功能啦。咁啊主碼就12345咁可以改嘅。咁而家改開門密碼，升4個1，升跟住井。而家先入主碼就1、2、3、4、5、6井，得嘅會長響嘟一聲嘅。如果聽到嘟嘟或者其他聲就失敗嘅，重新嚟過。咁你入咗呢個改密碼嘅狀態嘅時候呢，我哋而家改258069，再撳起井，再嚟多次258069，都係嘟嘅，成功嘅。咁如果搞掂之後再撳多次井。而家試258069井開門，Q relay 嘅見到個 power supply。